劳动人力不足是全台湾的农村路途多嘅难题。前一阵呢，亚洲风采连连沙沙引来，许多田区的路边啊里里来来，而开放农业外劳模一桩议题有许多讨论。政府单位陆续推出许多的计划，补贴一道行系补无码多、无码减工，向港中嘅后生嘅行系改少，补唔到已经脱过路嘅农业人口。唔过，同样讲，表啊睇外国人情况，许多人也受骗呢。讲安尼，本国劳工的工作机会唔系如韩国社会下，如安尼并帮此差为按多年，农业抢工人的问题，唔知乃时能有好解决。You are not a good basketball player. 去年的张本书铁的风采裁棒踢张喜好的本事，今年9月的又本梅记风采查烂的，10月中谈讲普用风采又而来耶。宜兰的西农陈帅子带定两个外劳无限的爱将温室固定好，希望将损失降到最大。就连含多多插体内附地度的怪树，拢还无限好处理。一条外事的人士是帅子对苗路风请来的。我们这个计划的话，就是算是我们是从 workaway， 就是等于是用打工换宿的方式把他们找进来的。体内将风接来接去工作的，是对德国来的汉尼斯，韩国对美国来的外文。陈帅子讲，一条外国人比台湾人好用较多的。为什么觉得好用哦？什么都肯做啊。可是我发觉你一直要跟他讲要怎么做，不是很累？台湾人也是要教啊。对啊，其实他们就是肯做不怕脏。对啊，不然常常会用的脏兮兮的，台湾很多都不喜欢。然后或是打个草干嘛就觉得很累。让他们晒太阳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农业就是需要甘愿吃苦又肯做的人来听数。今年9月9日呢，青岛的天球差唔多拢即马睇水地度，沙丁来的强烈风采莫兰蒂，韩国马列卡，按过来就是梅记风采，面对农民无干无杀。现在啊，已经需要和风太少过啊啦，已经损失得一半啦。这有那有贴仔啊，但系仔是几十万呢。风采过后，农村重建的工作一定到，欠工的问题变到一定严重。引进农业外劳的议题，在8月引起讨论。不过，国家嘛不少，一开放就无法度反头的，本国的劳工就还那无机会的。因为过去谈的农业缺工外界的声音，就是希望说，这个外来的一个劳动力来填补这个缺工的一个人力的一个缺口。这些外劳引进，过度的一个引进会不会抢走了本国劳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就业机会？我们的农业的一个相关的技术会不会被外移了？大学毕业前后，台湾的青年失业率是12%到13%，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要针对青年做训练，来协助他们投入农业，就要有2个模式，一个是专业技术工，就是我们要去训练他们；另外一个呢，就是地方政府来招募这种临时工，然后来协助农民做比较短期的做法。然后第3个，我们对于这种小农的这个农机的研发太慢了，所以我们应该要研发这样子。我今天觉得我们最起码应该把该做的事情做完，1年、2年、3年之后再来探讨台湾缺不缺工。26年来，政府一直唔愿意开放农业外劳的理由，差唔多就是为保障台湾劳工的工作权。引进外劳可能会绑大台湾的工钱，韩国农业技术可能会外流。不过，实际喺做农的农民山认为，假使台湾人爱做，竟然就唔会逼到爱抢非法的外劳，结果3年本钱如了枪枪。因为叫不到人啊，那工作在赶啊，布丢啊，逐工啊迄个啊，丢啊一工一工大，一工一工啊迄个啊，做袂去啊。啊，做袂去，有人要做倒好啊，无免啦，对无？你用方法会发觉足委屈的无？
啊，你就我就无人呢。啊，要甲谁讲嘞？一项目前嘛，40岁左右的哈，读书读几多的，嘿，也没问题嘛。太赶人读太好，各位田强岁几冇人去做呀。嗰家是60岁、50岁、70岁嘛还有啊。海关防疫，你能不能真正把这些种子外来的种子，或是我们的种子不让人家渡出去，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再来讲农技外流的问题。第一农业千劫愛用人，勞動部推出嘅農事服務團，簽來嘅失業嘅勞工投入農務嘅工作，希望對解決失業韓國農業欠工嘅問題，兩頭農做得更多。我们这个农业就业奖励的一个示范计划呢，主要是能够透过一些政府的一个相关的资源，能够提高他们的一个实质的一个诱因，那运用这一个就业奖励的计划呢，来鼓励失业者能够来从容哈。袂像咱是要来甲政府领迄条补助的啦。哦，系啊系啊系啊，要去找啊。對農事服務團加入農業生產嘅工作，一開始各地嘅農會農村歡喜來配合，唔過效果三毛像按算嘅按好。政府有補助一個月一個人8000塊啊，這樣當然是可以，希望是可以吸引幫農民找到工人。對，後來結果因為這個計劃要限制說不可以有農保，不可以有勞保，才能來擔任這個農務人員。那來應徵的，他們就沒有農務經驗啊，所以他們那個一下田曬個1、2天就忍不住了，就再不來了這樣。一開始做就出問題，日本後面農會嘅農事指導員，韓國配合嘅農民，農無奈何嘅講，假無限呢。不怎麼愉快的，因為他們都沒有做過，那然後怕累，大家要請台灣人啊，因為迄話語會通啊。問題是，因驚流汗，唔做啊，太陽底下會流汗啊，然後看唔做就對了。還是你的付的薪水太低？我起薪我27000呢，都沒有做過的呢。林先生他有僱用到一位那個農務人員，這個農務人員他做個大概3、4天吧，然後就因為一點點那個腳一點點磨破皮，就要想要申請職災，就3天去那個醫療3天，那這3天我們是僱主，我們農會是僱主，我們要給他那個薪資。那解決農業缺工的問題，真的不是單一個計劃或者是單一個工作項目就能夠解決，所以多方面的嘗試都要。那本來工作的過程裡面就有一些不適應的，那也有一些人是適應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不同的計劃都要去試試看，然後不同的計劃去嘗試裡面，我們就能夠開發新的工源，逐步來舒緩這些缺工的問題。風采過後，需要下那多嘅人來聽訴做，試嘅各種嘅方式，限係千萬人參加社體組太天農嘅林慶水，講嘅將軍40甲嘅農地，一下限係愛設大抗壓嘅做，是定農機去寫約嘅，佢去聽訴唔來嘅，就設大顧下來做，慢慢嘅恢復田橋，現做現定工嘅來。小地主大佃農，要生活，做那個1、2甲地不夠生活，你面積要大，自己一個人又做不來。將林慶水安尼種麥、種包樹，也到季節性嘅青菜水果嘅，如睇千萬人呢。一年365日，農無閒嘅畜牧業，差唔多每個牧場每年嘅農欠工。今年比種農作物嘅農民，還那希望開放農業外路。
酪农这个产业最缺乏的应该有3种不同的人啦，一个是基层人员，一个是管理人员，一个是技术人员，3个不同的人才在牧场里面目前都非常缺乏，很多酪农他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下去，都是因为这个部分啊。那当然，因为我们本身是肉牛业者嘛，那在肉牛的饲养过程里面，我们的工作会比较辛苦一点，还是有一些排泄物的味道。那其实这种工作很多年轻人是比较不愿意做的。这些工作都是落在谁的身上？那我们目前选择可能就是请外籍的配偶嘛。对開放農業外勞，政府單位佢下擺講可以，以下又講做唔得嘅。之前農委會嘅主委陳寶基馬是提出開放搶4個台灣勞工，就做得搶1個外勞嘅規劃。1805年3月呢，勞動力發展署馬是希望用專案嘅方式，先引進緬甸嘅農業外勞。去年馬是初步嘅確認，先開放向內2位引進農業嘅外勞。唔過到也下為止，搶談到講聽。陆陆续续我们都有听到这样的讯息，然后甚至中间有些中介啊等等，就会开始把一些资讯给我们，但是后来发现那个资讯其实都还不是最正确的啦。直接引进外劳，其实对整个农业产业跟整个农村的劳动力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上个星期4的政策小组针对乳牛畜牧业这个部分呢，就暂时予以保留。農業一定欠工，政策沙變來變去。開放農業外勞嘅計劃，也下限卡體勞通鋪。今年拖磨年，農委會嘅主委曹啟峰就想要用官方來買農機，大家向下用，投入自動化嘅農機器嘅方式來解決施工嘅問題。安尼台灣啊90%吧幾乎都小農啊，講小農嘛冇精緻農業嘛冇辦法生存，唔像那個梅農嘛。體內下邊1公斤，差唔多30-40美元呢。個唔該吊起來嘛，唔該發過，1公斤都差唔多會變200元啊。多工誒，ยัง有一種產值啊，ยัง有利潤啊。像要大面積壓肥機啦，鋪藥機啦，翻地啦，阮攏有啊。只是講，迄嘛是啊人也操作啊。先唔開放農業外勞係最後嘅決定。也下政府還係要先用整合資源進行台灣人的人力培養嘅計劃來解決欠工嘅問題。不過相關單位對台灣各種嘅農業到底欠幾多工，還係調查當中。農業缺工有些它是全年性的缺工，比如說蘭花葉子、種苗葉子，它的生產可能是1整年的，那這樣的缺工人數比較容易推估出來。那有些就是季節性的，所以有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需求，那這個數據會在變動。我們盡量努力的就是在每個產業，它這個能夠更確實一點。那這樣子針對後續在解決缺工的問題的時候，政策的擬定或者是計劃的執行會更有方向。面對農業欠工的問題，政策用上的同農民實際需求的政策一定態，也下有含無完整的數據。做得到制定政策的方向，不過動物韓國農作物一日態，農民只好切打來想生存的方式。喺台南留洋鄉牛嘅將近有40年的吳先生，就從牧場嘅經驗熟悉，確實做好分工來減少欠工的問題。他們有自己他們的工作，把他們自己份上的工作做完就沒有再做了。其餘都是我的公公老婆，好，再慢慢來做。請來攏是台灣的嗎？2個是越南嫁過來台灣的，一個是台灣的。在這種行業啦，假如要台灣的來做啦，都年紀都比較大，在越南的都越南新娘，他們做起來年紀比較長，技藝比較好。宜蘭的青年農民陳穗子，嘛是適用過政府旗下方的人力政策。那其實像我們之前像跟縣府的這個人力虛工農業的這個人力虛工派遣計劃，或者是像我們包括農委會有一些像那個見習農場這些計劃。第一個就是人員的流動率，第一個很高，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就是台灣人其實都比較不耐操。1年前，佢開始對苗栗鄉開發新的勞動力，
一下已經有對瑞士、法國、西班牙、中國也將近28國家來嘅人來到這個有機農園打工換宿。因为他们来我们这边，对于农业多少都会有一些热忱，然后他们也想要就是在我们台湾看看我们的台湾的有机农业是怎么样做的。就是他们做起事来，其实比我们过去花钱请人来的还认真。廿日萬地亞風財報業來無，陳水子嘛唔敢表強鬆，繼續睇本市嘅棚架後無限嘅用熟嘅固天，一時節哪個意識才有情況發生呢？好，佢走到菜園嘅去食菜嘢，水子嘅媽媽趕緊前來愛換天數，愛將佢叫到哪個意識。兩個人比數把腳嘅腳蹬嘅，兩個人真無簡單嘅，總算將佢嘅腳跪起嘅，愛本還唔攀得走嘅，顧下來撩蹬佢嘅腳，前唱係前享受也嘅打工假期。This is your vacation, right? It's vacation, yeah. I'm here as a tourist. Why? I like seeing. You are a farmer or you want to be a farmer?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especially organic farming, because not everyone does it like this. A lot of farms are big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that use lots of pesticides and chemicals, but I like to see it the natural way. Also, in Taiwan, it's different from in the US and Europe, so it's nice to see the differences. So maybe you come home, you will be a farmer? Maybe. 就係因為對做農有興趣。故所佢感覺用打工換宿嘅方式來到農園度假係真值得嘅。問佢要嫌澳洲太甜冇，其實難嘅講唔會啊。No. Sometimes it is, but you just deal with it. It's okay. Not for everyone, but I like it. 做農就係要有唔驚學做，要肯做嘅想法。就像愛文講嘅，唔係所有嘅人能做得，唔過是愛歡喜做就做得接受。陳水子嘛講，簽到錯嘅人比花錢還要有用，政策按好，人唔錯嘛冇才講。唔過本國嘅勞工廢錢，引進外勞又有按多嘅義務，農民欠工嘅問題，還係飄飄胖胖冇一個天錯。